宜兰的大东国小找地方的老辈来协助，伫咧校园内底起泰雅族传统的厝，是一般伫咧土卡的形，使用石头、木材、竹啊等等，传承泰雅族的传统建筑工法。校方嘛希望囡仔伫这款环境内底，会当更加了解泰雅族的文化。伫泰雅传统的欢乐歌声，宜兰县大东国小内底的泰雅厝正式落成启用。学校兴建这间厝是透过在地元老协助，和学生囡仔共同参与，用传统的工法加木材甲竹啊绑起来，起主结构。元老讲住伫内底绝对冬天温暖，热天凉。它优势是，冬天的话是比较不会怕冷了，不会说很冷。夏天的话哈。就比较也不会热，这样。这间泰雅厝是半山洞型，规个基座向地面凹60公分，降低风台影响。在地元老是讲，拄啊行入厝内，倒手边头一顶床爱查甫困，主要爱保护家庭的安全。厝内嘛当看到水路啊、甲山猪头这装饰，表现较早原住民拍来的文化，和学生囡仔感觉真神奇。看到很多现在没看到的东西，可以学习以前人他做家务有用到什么智慧啊？即马伫泰雅部落内底已经真罕看到传统厝，为了传承泰雅文化，和学生囡仔会当为头到尾的学习。学校卫教部争取经费，用4个月时间起好的。有一个家屋在这边，当做我们一个泰雅文化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学场域。学校表示，起传统厝的过程，为部落参与史料研究甲师生做伙做，为部落甲校园的空间加入更深的文化底底。由家己动手做的过程，互囡仔会当加深熟悉祖先的智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